今晚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2月2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，39节到40节。创世纪44章第1节到17节。约翰一书第2章12节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属上帝。看代志的角度无同款，应该受到咱的心灵所属来有所影响。咱这几天拢有讲到约瑟的代志，因为伊的心目就是全然来恩主，所以伊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。伊的决定，拢作为拢甲人无同款。伊无用歹来报歹，却因为上帝的呼召，能源成做伊会全家伫苦难中间的救援者。创世纪44章第1节到17节记载约瑟，虽然阁真记住偷藏物件伫伊阿兄的布袋内底，但是咱知伊的目的是要将因留落来。圣经记载，约瑟交代管家讲：“你着将因带去的分量，将粮食甲因逐个人的布袋入无甜，佮将逐个人的银落落伫因的布袋口，将我的银杯下伫迄个少年人的布袋顶悬，伊买外国的银嘛刷落去。”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。天一个光，迄个人送约瑟的兄弟甲因的儿仔离开。因出城行无偌久，约瑟甲管家讲：“赶紧去追入遐个人，入着就甲因讲：你是安怎用歹报好？恁若会偷摕阮主人的银杯，这是伊饮酒用的杯嘛是八卦咧用的。恁安尼做真毋对。”管家入着因，就将这话甲因讲。因讲：“先生啊，你若会安尼讲，你的仆人绝对袂做即种的代志。阮以前伫布袋口看到的银，拢是对家人地带来向恁。阮若会对主人的家搁偷摕金银，你的仆人中间无论什么人，着拢互你抄着，就互伊死。阮嘛要做你的奴隶。”管家讲：“好，照恁的话做。伫什么人遐抄着，迄个人就做我的奴隶，其他的人无做。”赶紧将布袋搬落来伫涂骹，逐个人将因的布袋偷开。管家就对大下开始抄甲细，迄个银杯竟然伫白雅面的布袋内底抄着。看到安尼，因就拆里衫，将物件互儿仔知，倒去城内。犹大甲伊的兄弟来到约瑟的厝，约瑟伫遐，因就趴落涂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讲：“恁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恁敢毋知我即款人会晓八卦？”犹大讲：“阮要话当对我的主讲什么？阮无话通讲，嘛无通辩解。上帝已经查出你的仆人的罪过，阮甲迄个互你抄着的银杯，拢要做你的奴隶。”约瑟讲：“我绝对袂安尼做。伫什么人遐抄着银杯，迄个人就着做我的奴隶，其他的人拢通平安倒去恁老爸遐。”约翰的批信也提醒初代教会基督徒，爱互上帝的道甲圣神踮伫心内底，因为既然属伫人的，就会选择贪恋世界，无爱上帝。
追求俗世的享乐。约翰一书第2章12节到17节。少年人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靠基督的名，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白老时代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人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的世境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人捌白老时代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人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勇壮上帝的道踮伫恁的内面，佮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的，毋通贪爱世界，还是世界的物。若有人贪爱世界，伊就无听爸，因为一切属世间的，亲像肉体的欲望、目睭的欲望、等家己的财富等等，拢毋是对爸来，是对世间来。这世间甲世间的欲望，拢得袂过去。总是惊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要永远生存。诗篇37篇第1节91节39节到40节。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，因为因亲像草，真紧就干去，亲像草穗的花草凋去，着倚靠上主来做好。踮伫这个土地安居乐业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的心愿，着将你的路途交予上主，倚靠伊，伊会甲你成全，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，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，着静静伫上主的面前忍耐听候。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来成功来不平，毋通受气，着气煞大受气，毋通不平才免地到做歹，因为做歹的人会受遭灭。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歹人真紧就会无去。你详细查伊的所在，嘛找袂着。毋过谦卑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享受欢迎和平。总是义人对上主得到拯救。患难的时，伊做因的避难所，上主帮助因，拯救因，伊救因，透帮因脱离歹人，因为因倚靠因得到保护。恳求上帝的神住伫阮的内面，显现出你的真道。帮助阮行事为人，拢用上帝的标准做准证，活出永远生命的款式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